光复快乐鸭。呱呱呱，大家好，我们是一群快乐的鸭子，住在光复国小校园里。这里有高大的芒果树，我们的家就在树下。学校为了要让我们健健康康的长大，举办了守护稻鸭活动，小朋友化身做守护小天使，宣誓要好好守护我们。小朋友写的祝福卡挂满了我们的家，大家祝福我们快快乐乐的长大。早上8点左右，我们就离开温暖的家，先要经过学校的小树林，然后过马路，再经过农园，最后才会到稻田。过马路的时候，小朋友会保护我们平平安安地穿过马路。经过农园，我们慢慢地往稻田前进。到了稻田，我们在稻田里跑呀走呀，把刚长出来的杂草踩扁，把田里的虫子吃光。吃虫子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了。那些虫子只要被我们看到，就绝对逃不了，我们一定会跑过去，张开嘴巴，把它们吃下去。吃完虫子，我们也累了，就在稻田旁边的鸭寮休息玩水。稻田旁边的水车也是我们游戏的地方，工作累了，或是天气热了，我们就会到水车那里泡泡澡休息休息。下午4点，钟声当当的响了，我们也该下班回家了。小朋友还会拿着引导旗杆带我们回家。经过小树林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很调皮，故意脱队躲进树丛，跟小朋友玩捉迷藏，要玩好几次，我们才肯乖乖排好队走回家。晚上，大家聚在一起享受美好的晚餐，吃饱了，便进入甜蜜的梦乡。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我们从刚来时的小黄鸭，渐渐地长大，换毛以后变成了漂亮的大白鸭。稻子也在我们的守护下，慢慢地越长越高。4个月以后，有一天传来一阵隆隆隆的声音，我们纷纷抬起头来张望，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儿。原来是农夫开来了机器，要来收割稻子了。稻子收割完以后，我们就告别鸭子农夫的工作了，每天快乐地在水池里玩耍。学校为我们举办毕业典礼，小朋友写了感谢卡给我们，感谢我们为稻米丰收做出的贡献。呱呱呱。